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3月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9篇，出埃及记19章第9节到15节，使徒行传第7章30节到4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洁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信仰教制委员会在不久前颁布了对这个使徒信经的新看法以及修正，因为其中有一句原本为我信圣共同的教会，改成了我信圣神圣而共同的教会，圣而共将这个圣又共同的教会前面的我信这个信拿掉了，因为在拉丁原文当中此处并没有 credo 这个字。那么是否有必要如此大费周章的做这样的更改，引起了许多的讨论呢？那事实上开始的前2个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还有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这2个告白在拉丁文当中也没有 credo 的字眼。不过我谈论的重点是在于他所强调的我信圣神，就是圣灵，圣而共同的教会当中所强调的圣这个字。为什么教会被称为圣又共同的教会？因为教会不是个人的，也不在乎是哪一个教派的，教会应该是基督的身体。而有所亲近上帝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必须要追求圣洁，就如同上帝在出埃及记19章第9节到15节的经文当中告诉摩西的，他要以色列人民必须要来洁净自己，要洗净衣服，要预备自己来亲近上帝。摩西把以色列人的话回复了上主，上主就对他说，你去告诉人民，今天和明天他们要洁净自己，他们要洗涤衣服，到后天一切准备好了。那一天我要降临在西奈山，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够看见我。你要在山的四周画界限，告诉人民不可越过，也不可上山或接近这山，凡踏上这山的人就必须处死，或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死，无论谁都不可以碰他的尸首，人和牲畜都要遵守，凡违犯的都必须处死，一直到号角响起的时候，人民才可以上山。摩西下山吩咐人民，要他们洁净自己，准备敬拜，于是他们洗涤衣服。摩西告诉他们，到后天一切都要准备好，同时不可亲近女色，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亲近他的人们都必须要预备自己成为圣洁，才能来亲近他。要自洁，要洗涤自己的衣服，让自己保持着洁净来亲近上帝。使徒行传第7章的经文记载了司提反被捕之后当众的申诉中，他也提到了摩西受呼召的情形。
当摩西第一次遇见上帝的时候，上帝也要求他要脱掉脚下的鞋子，因为上帝的灵所在的地方就是圣洁的。使徒行传第7章30节到40节有这样的记载，摩西自己与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下预备见上帝的一个情形。经文这样告诉我们，过了40年，在西奈山附近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当中的火焰来向摩西显现。摩西看见了这个景象，非常的惊骇，走上前去，为了要看个究竟。这个时候他听见主的声音说，我是你祖先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摩西恐惧站立，不敢注视。主又对他说，脱掉你的鞋子，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苦难，我都清楚地看见了。我也听见他们的声音，我下来要解救他们。你来，我要差遣你到埃及去。这位摩西就是以色列人所拒绝质问说，是谁指定你做领袖、做法官来管我们呢的那个人。接着在荆棘当中显现的天使，上帝差派他做领袖、做解救者，他带领人民从埃及出来，在埃及、红海和旷野的40年当中，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也就是这一位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民说，上帝要从你们的同胞中兴起一位先知，正像他兴起我一样。摩西在旷野跟以色列会众在一起，他和我们的祖先以及在西奈山上跟他说话的天使在一起，领受了上帝永恒的信息，把信息传给了我们。但是我们的祖先不听从，也不理会他，他们宁愿再回到埃及去。他们对亚伦说，请替我们造些神像，好在我们前面带路。我们不晓得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他遇到了什么样的事。人要朝见上帝，必须要洁净自己，绝对不可以像在西乃山下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认为前途茫茫，所以就想要叫亚伦为他们制造一个偶像，带领他们走回头路。我们既然是属基督的身体，主的教会，更要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那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么的圣洁，而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成为一个必须要圣洁的教会。诗篇19篇，上帝创造的荣耀。诸天宣布上帝的荣耀，穹苍宣扬他的作为，日日述说，夜夜传播，无言无语，无音无响。然而他们的音讯传遍人间，他们的言语远达天涯。上帝在天空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像新郎走出洞房，像勇士欢欣奔路。
他从天的这一边出来，绕到天的那一边。他的热量普及万物。上主的律法完备，使人的生命更新。上主的命令可靠，可使愚蠢的人得智慧。上主的法则公正，使顺从的人喜乐。上主的训诲透彻，使人的心眼明亮。上主的规范纯真，永远留存。上主的判断准确，始终公道。他们比金子可贵，胜过最精纯的金子。他们比蜂蜜甘甜，胜过最纯净的蜂蜜。这一切使你的仆人深受警惕。仆人谨守，获益无穷。谁能看见自己的过错呢？求你宽恕我无意的过失，求你使我不至于故意犯罪，不容许罪恶支配我，这样我就能成为无可指责的人，免犯悖逆重罪。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者啊，愿我的言语，我的心思都蒙你悦纳。我信上帝，也信基督，愿意成为圣灵充满的基督门徒。求主的圣灵来洁净我们，好让我们以圣洁的生命来亲近上帝，成为基督的门徒，来跟随，来见证，来传扬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